我哋一定要講下我哋全行最特別嘅改文服務啊！點解啊？因為事關咧前幾日咧，各位同學我就碌到一個 reels 啦，咁就係咧講咧有一個老師咧就認自己係全行改文服務第二啊！見完佢個 reels 啊，我唯有焗住頭皮自己認第一啊！點解啊？嗱，事關咧我哋咧一定要講下我係點樣改文嘅。第一樣，我要求同學仔全部手寫交俾我。點解啊？因為手寫係一定唔會俾其他老師改到，尤其是係 A 老師或者 AI 老師㗎，係咪啊？第二樣，印出嚟嘅時候，咁我即係要用手改啦，係咪啊？嗱，睇一睇我點樣用手改㗎咯喎。OK， 我用手改係有兩隻顏色嘅。第一隻顏色 mistake 咩意思啊？即係話你一定嗰樣嘢係 grammar 嘅錯，或者意思係錯，或者 spelling 係錯嘅。例如我舉個例子啊，嗱，下邊咧有一句啊，個同學仔寫咩啊？Enormous owners of electric vehicles。哇！你一聽就知啊，乜嘢叫做巨大的電動車主啊？即係你聽落去好奇怪啊嘛，其實佢想寫 numerous 嗱，呢個咪就係叫錯嘅咯。第二樣我哋叫乜嘢啊？Recommended correction 咩意思啊？你寫到我 recommended corrections 嘅話咧，攞星就唔困難嘅啦。點解啊？事關我會將你好簡單嘅字句 sentence structure 全部 rephrase 變咗做一啲好一啲比較困難啲嘅字，例如好似呢度有一句係乜嘢啊？ The battery capacity is degraded in low temperature， 意思即係話佢喺低溫嘅時候，一啲電池嘅容量就會 downgrade 咗啦。我喺度加做咩字啊？ Significantly。OK， 平時我教同學仔 increase、decrease、OK、downgrade 或者嗰啲增加、減少、提升，全部加翻 significantly、tremendously、substantially 呢啲嘅字，就會令到各位同學個作文提升，因為 marker 睇到你覺得哇，用啲咁難嘅字一定好勁啦，係咪？少不免嘅，用完咁多顏色改完之後，我最後會送乜嘢啊？comment，OK， 全部手寫，保證唔係 A 老師或者 AI 老師改，係我親筆去寫嘅 comment。OK， 呢份卷我想講啊，同學仔用咗個零鐘去作啊。我用咗幾耐去改？我嗰陣時咧就去電下法 ，OK， 半個鐘頭，我改咗半個鐘頭，因為我覺得乜嘢啊？同學仔咁辛苦寫個作文一個鐘，我都要俾啲誠意，半個鐘去攆熟佢篇文先去改，係咪啊？呢個就係我哋最特別嘅改文方式，兩隻顏色去改啊！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知道啊。題外話，如果嗰個老師唔係認第二啊，我都唔敢認第一啊。唔係啊。